阿爾法冇人舉你舉啊！你睇呢條車，呢個大燈，呢啲品質真係麻麻地啦，老化啦，起霧啦。最攞命一件事咧就係中檢過唔到，原因咧就係燈影唔啱。我哋嘅處理方法就係直接更換個最新款嘅沙眼大燈，咁樣咧係油太專用嘅，中檢就唔會有問題啦。另外為咗降低關稅，九成嘅行貨阿爾法都俾人哋閹割咗 JBL 音響，用呢台咁樣嘅阿爾卡特嘅主機推動全車14個喇叭，全部混埋一齊，難聽到不得了。音響部分，佢哋採用咗最低嘅成本嚟拯救呢套 JBL 音響。咁我哋會更換阿爾派嘅高清大屏啦，帶360全景啦，帶蘋果 CarPlay 啦。咁我哋會增加個德國取雄嘅多路 DSP 進行全車調校，復活呢套車嘅14個喇叭音響。咁我哋聆聽好聲音。明月笑我醉，紅壇上詩3000句，字字化飛水進夢裏。月對影高歌，一闕笑中有淚，前事早變愁思萬緒。明月與我醉，一世傾心一生悔。